手哦，祷告手哦。我们有在公车站等公车的经验吗？看起来有些公车即将进站，却有些公车末班车已经过了。在我们生命中，真的有太长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等待。但等待当中，我们有目标、有耐心吗？圣经当中曾经提到以扫，他的家谱，其实他后代都非常的强大，但是他却失去了上帝。现在大家，我们好不好来分享上帝怎么带领我们，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十字路口，决定可能会走远呢？去看去，几个去。